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6月1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6篇，尼希米记第9章第1节到第8节，路加福音第6章12节到1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祷告。在旧约犹太人的传统当中，禁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教习俗，乃至于在新约福音书的记载中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，常常可以看到犹太人法利赛人经学士以及祭司们常常的要求禁食。但是到底禁食是什么意思呢？尼希米先知的时期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一个时期。从过去他们背离上帝，敬拜偶像，然后在这个时期施行了属灵的复兴。他们的禁食、穿麻衣、撒灰，代表了对过去生活的一个反省，从而来恢复对上帝的一个敬拜、祷告及奉献。尼希米记第9章第1节到第8节这样记载：这月的24日，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禁食，为他们最忧伤。他们已经跟所有的外族人隔离了。他们穿麻衣，撒尘土在头上，表示悲伤，然后站起来承认自己和祖先所犯的罪。有3个钟头之久，他们站着听上主他们的上帝的法律。接着3个钟头，他们认罪并敬拜上主他们的上帝。有一个讲台是为利未人设的，上面站着耶稣亚、巴尼、甲繆、示巴尼、布尼、示利巴、巴尼和基拿里。他们大声地向上主他们的上帝祷告。利未人耶稣亚、甲繆、巴尼、哈沙尼、示利巴、何地亚、示巴尼和比他西亚为开始敬拜做宣召。他们说：起立，赞美上主你们的上帝，要永永远远地颂赞他。他的名超乎一切颂赞和赞美，愿人人赞美他的荣耀的名。接着以色列人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：上主啊，唯有你是上主，你创造天和天上的星星，你造了地和其中的一切，海和其中的生物，你赐生命给万物，天军都向你敬拜。你是上主，是拣选亚伯兰的上帝，你带他出巴比伦的乌尔，把他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。你知道他对你忠心，你与他立了约，你应许给他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的土地，比利洗人、耶布斯人、革迦撒人的土地，作为他后代居住的土地。你信守你的诺言，因为你公义。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经常可以到这个山上去祷告，向上帝去祈求。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6章12节到19节，耶稣基督在众跟随者当中去挑选了12位的使徒。在这个之前，他也到了山上去祷告，敬拜上帝。我们也知道，这些使徒被拣选的目的，就是要来学习祷告敬拜上帝医病赶鬼使人得医治来归向上帝。经文这样说到，有一天，耶稣到山上祷告，在那里整夜向上帝祈求。天亮的时候，他叫门徒们到他的眼前，
从他们当中拣选了12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。他们是西门，耶稣又给他取名彼得，和他的弟弟安德烈、雅各和约翰，腓力和巴多罗买，马太和多马，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那激进党的西门，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后来成为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耶稣和使徒们一起下了山，他与许多门徒一起站在平地上，拥挤的群众从犹太全地、耶路撒冷和沿海城市泰尔、西顿等地集合到那里，要听他讲道，也盼望他治好他们的疾病。那一些被污灵缠绕的人也来了，并且得到医治。大家都想要摸他，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，治好了他们。正如同耶稣基督经常提醒门徒，特别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他告诫门徒们要警醒祷告，就是要以祷告来与上帝连结，祈求上帝的同在与保守。诗篇126篇。上主带我们返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像做了一场梦。我们欢笑，我们快乐歌唱，别的国家就议论说，上主为他们成就了大事。是的，上主为我们成就了大事，我们多么快乐啊！上主啊，求你把我们带回故土，像雨把水带回干枯的河道。愿含泪撒种的都欢呼收割，带着种子流泪出去的人都要抱着禾捆欢乐的回来。感谢爱我们的天父，让我们能够借着祷告与主连结。感谢主也差遣圣灵亲自为我们吐气祷告，使我们能够刚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